非的司機版，司機申請加入非的車隊教學。師傅照常登入，到達選擇車牌頁面，按添加車牌。5人、6人、大尾雙輪椅、的士可以預先加入車隊。按添加車輛同埋車輛證件進入會員網。新系統下，師傅需要上傳個人同車輛資料。按新增個人資料，師傅可以登記你會用嘅服務，後續亦都可以修改。剔選我已經準備好文件，之後就可以喺下方上傳文件。如果唔清楚要乜嘢文件，可以按範例選擇要上傳嘅文件，輸入所需嘅資料，填好資料之後按儲存，之後到個人照。個人照必須清晰可見，唔被任何物件遮擋。按提交申請，即可完成個人呢部分。之後到新增車輛，如果師傅已經有車，就可以提早新增車輛。選擇車款，師傅可以輸入關鍵字搜索。之後一樣交文件同埋填資料。留意返，租車同車主所需嘅文件唔一樣。租車需要租車合約，車主需要車輛登記文件。按指示繼續上傳。上傳之後按提交申請，即可完成車輛呢一部分。請預留一個工作天審批。若果文件有問題被拒絕，可按右方圓筆圖案編輯，修改之後重新提交就得啦。而家見到兩份文件都已經審批成功，師傅可以重新登入 App， 就會見到你啱啱登記嗰架車啦。選擇你今日想接嘅服務，就可以上線啦。溫馨提示：師傅請提早遞交申請，審批需要時間。